朋友，大家好，玉美老师又来了，快乐做瑜伽，福气来了。今日呢，玉美老师带大家做乜嘅运动呢？做乜嘅瑜伽呢？很多拜日式，好，就讲拜日头啦哈，拜太阳。其实呢，是拜我们内在自己内在那个光明的太阳，内在心里那个美好的太阳。好，你像讲日头，係動有能量嘅，人家一個地球啊，係冇日頭冇太陽嘅，就沒有光明了。故所呢，顧名思義，拜日式呢，係動有能量、動好的動作，所有瑜伽的精華。所有瑜伽精華的動作都結合在拜日式裡面。故所拜日式一共呢有12隻動作，各隻動作呢按摩刺激，哈，不同的腺體，不同的效果。好，然後呢，玉美老師就要來帶大家做乜個很多拜日式，鄉親朋友聽下來哦。好，第一，去到瑜伽墊呢，一個瑜伽墊按床，去到瑜伽墊的頭方。前面起上來，腳呢按嚟向腳中間一隻拳頭，好，差唔多一隻腳掌的寬度，好，按嚟起，做唔得按嚟起，按嚟起嘅話哈，也都會氣脈哈會阻塞，好，下半身會較緊張，故所唔起墊嘅嘢哈，放起來，好，按嚟髖關節寬度，好，起好來，嗰個呢。看下腳趾頭哈，平常起的時候呢，平常起的時候會按呢，看我身體會按呢向前面呀，重心會到前面，故所那腳趾頭拿起來，重心轉來，轉到人嘅脊椎正中間，好，你個重心到個腳弓，重心到呀，重心到呀，也係湧泉穴，也點係湧泉穴，重心到呀，按呢起張來去。你就唔會身體向前凸出來，你就會，也個按呢，我個地基啊就會穩哈，你就會腳弓起來哈，按呢起好了去呢，不用張來，身體起張來。你要看到玉美老師唔會按呢，唔會按呢，按呢做瑜伽會身體會舒爽，會按呢下面肚子豎起來，哈，腰往下放。好，身體脊椎擺正，好，第一通合掌，合掌的意思呢，就是讓人身體跟心呢全部合而為一，身體跟心在一起，也係第一個。好，都要做3隻呼吸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準備好做3隻呼吸以後，好。吸氣，手柄下來，好，慢慢的從你身體向前面輸存出來，好，慢慢的能量從腳底往上帶到手指尖，好，你發現講你身體，你哈你腳面，讓身體來存來，來長來，好，確定你脊椎一節來長來以後，腳掌不用下來，呀手呢，靠耳朵。好，身體起張來，第二感覺呀身體，按你就當強了哦，按你會知道講哦，身體來存來，真的，出面當方有一個東西好本來存來，好也係第一個，好，第二，膝蓋微彎，好，慢慢的身體向前面，放鬆呀腰部。身體來上來，好，鄉親朋友看哈，要師傅老爺位個脊椎哈，個牙哈彎曲，腳趾頭唔好超過腳趾頭，你腳趾頭係超過腳趾頭嘅話哈，膝蓋會受傷，腳趾頭一轉來，腳趾頭到人腳趾嘅後背一點嘅，哈，豎存出來，好，你會發現啊，背龍骨係來吃咧，好，慢慢的不用輕鬆。豎，不用到人腳趾頭上方，好，也係第3。你發現呢，按呢動作，壓肚臍，哈，壓肚臍哈，本胸部壓迫，哈，都要呢，讓人濁氣吐出來，哈，各位延展的人穴位，看有沒有腰酸背痛，
好，要浊气吐出，挺到亮。好，第二做3个呼吸。好，吸气，右脚踏出去。好，慢慢的膝盖着地。好，脚尖颠。好，乡亲朋友看到哈，一脚张紧，内起来，要开胯啊，要在前面膝盖都脚跟正上方呈90度。好，呀，来开来，要安尼好处呢，就是预防髋关节骨质疏松。哈，人啊行路啊、做事啊，安尼。哈，旅行啊、跑步啊，脚安尼运走。佮说日哈，练到哈，都有弹性，细胞活化。好，鼠标都要按的第4个动作。好，第5个动作，第5个看到了哈，脚伸出来，身体呈平台，一直线，挺到呀，你感觉也来开来，哈，脊椎来出来，身体来张来。你去感觉佢，好，第5，左腳推出去，留右腳平嘅，身體變下來，好，身體成一條線呢。一隻動作當強哦，強化呀腹肌嘅力量，手腳嘅力量。好，挺到呀。好，第6，腳趾頭開下來，好，吸氣。个吐气，伸一个懒腰，好，慢慢的，额头不要低来哈，好，让人脊椎来开来，一节一节的脊椎来开来，也系第6个动作，第7个动作，手肘着地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多呀，变蛇式的哦，好，身体变下来，身体向后背。好，蛇式呢，有没有搞过我们哈？肩膀向前、向后扩胸，吸气，来多呀，要做些蛇式。乡亲朋友看下胸脯打开来，也会刺激按摩到，脚会沉出来。好，那按你挺多呀，做几个呼吸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按摩到你肚子。好，你个额头，不要听来哈。好。脚尖踮起来，好，到第8个了，第8个吸气，放起来，存一下眼睛，多呀，来开来，好，脚尖踮，好，来到下狗式，也第8个了，到第9个以后又重复第4个，好，慢慢的，脚趾头弯曲，好，右脚出去，右脚转来，到脚下起在那位哈，同样哈，个也都转来去哈，后脚脚背要放平，好，吸气，上半身上来，好，一只动作你会发现，脚下按第4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係腳下第4個動作係右腳出去嘛，一下右腳轉來，同樣一下來到來開髖關節，好，整個膝蓋打開來，個呀呈90度，好。過來，第9，一下第10了，同樣一下第10嘅重複一下吹氣嘅動作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左腳拿上來，好，同樣都要吸氣，手都伸出來，挺多呀，好，慢慢的上來，吸氣，吐氣，不用享受。好，乡亲朋友，按你做生命只动作，好，做一年老师是流汗的，看来做按手，好，人气按强，也能量拜日式之上太阳的能量按强，好，也还右脚出去，右脚转来，也还左脚出去，左脚转来，做改练啦哈，好，1，手合掌，記得咯，要起掌來，身體打開來，好，2，不要向上。吸气，慢慢的把大地的能量带到你的身体里，从脚底到你的手指尖。好，3，脚趾头弯曲，身体向后背，手向前伸出来，吐气。
好，慢慢的数标个脚趾头顺风。好，第四，左脚一下左脚踏出去了，左脚着地，吸气。好，第五，数按压在地上。好，后背脚伸出来。好，右脚来出去，身体呈平台。好，六，伸懒筋，伸懒腰。好，七，向前面，掉下来，14，8，转来，伸懒筋，下狗式还没搞够了哈，手伸出来，脚伸出来，师傅肚屁股向单方延展，好，不用轻松，咱也要预备跑步者的姿势用诶，左脚踏转来。后膝着地，脚背放平，吸气。好，10，你看到，一下按那右脚转来。好，吸气。好，慢慢的上来，往上，吐气，合掌在胸前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玉美老师做个练哈，夹个呀哈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吐气。好，按右脚做好，做个多，玉美老师正面哈。好，同样啊，起蛋，耶！太阳普照大地，无有阴雨。好，做拜日式可以温暖自己，抚慰别人。吐气，让自己的心像山一样的稳定，让自己的心像水一样的柔软，像一个水流一样。吐气，不要享受。好，乡亲朋友，拜日式呢，生意在通作，各种动作能量都强。玉美老师呢，懂推荐，当你做拜日式，像太阳一样，每天可以温暖自己，抚慰别人。好，人家是做得了，拜日式每天做，带来健康幸福。安子噻。